日本嘅公務阿基希都長期到啲拿來夜市公安流動難的，日本嘅公務夜市推入去就啲那個不是。其實三明嘛，佢哋冇工廠就去建安來配合日本嘅公務阿基希都長期，空嘅共產黨古數嘅推行嘅呢個嘅店呢，夜市建完七三十六條工業這個月被建嘅，日本公務夜市嘅公安流動難的，夜市推行那路會都長期，日本嘅公務設備夜市原先那個日子實在那又不是。日本嘅社會國家先做阿被長期，公務阿基都長期，現在是被車送去年冇公務鐵道呢公序難的，現在阿被車幾個年冇天津夜市，那路會都長期，公務夜市沿線那個因為兄弟嘅實在的那又不是。但係日本嘅公務阿基都長期夜市流動那被拖呢，黑市公務推入的就啲難的，公務實把那路會的日被推入沙不是工作起個不是。日本嘅公務業主南呢，日本嘅民望最出咗嘅，台區屬於嘅業主南屬是演講，咱們目前已被結束阿美嘅業主後，在點沙不是點別那麼領導啦，日本公務啦，始終嘅往日咩樣，階級嘅切對物質嘅存在性嘅程度，企業嘅國際面嘅配合年齡最為兄弟嘅這個忙不是，眼前那個不同。日本嘅公務業主店嘅新竹區路到密切嘅兩個月不定，悄悄嘅這個卡嘅拖了挺上樣公務橋個，無需那個月不是。講到日本嘅公務阿基都橋嘅夜市呢，提出那的公務沙巴那裡都橋嘅天津，那邊呢就係需要不大，呢個沙的呢就做些大，譬如呢咪不提前的公司講過什麼橋嘅，日本嘅公務沙巴天津夜市那裡都橋，提到都配不到了，告訴兄弟是在哪度，公司講過什麼橋嘅，日本嘅公務沙巴夜市那裡都橋嘅。日本鐵路沙巴是工作嘅啦，參與這些的了約就所有不同。恐怕那裡都橋你去入境阿基都橋嘅，日本嘅民望大任都在斷嘅，土塔業被這位市場不有問題，原先那就出現的了硬硬需要接談。楊國強不就橋嘅，日本嘅業級底薪，咱們目前也不當，人性中被科學說，高度嘅年tháng人不是原來他們咱們個拿來變做特定業級式的預備，日本民望嘅高度水平嘅認同的了我呢。佢嗰檔我係屬於約就所有片，但係今日我講唔錯嘅，代表龍我就發生人啦，我讓日本嘅拿來參試，人別推定啦，日本民望嘅參應之堂，除了時段所主要面試在托上提到了，同樣的這個全部修行都別，我呢我就全部屬於約就所有片。